蜜蜂通常都會喺樹上面築巢，咁喺沙漠又係點樣生存呢？美國最近發現一種新品種嘅蜜蜂，以一個意想不到嘅方式開拓自己嘅安樂窩。美國西南部有一大片沙漠地區，沙漠咁少樹木，照道理應該唔適合蜜蜂生存，因為就算揾到花蜜都唔夠樹木築巢。但係生命總會揾到自己嘅出路。美國猶他州大學嘅專家喺呢片沙漠地帶發現咗呢幕奇特嘅景象：一塊尋常沙岩嘅垂直表面，俾外力鑽咗好多個窿仔，而且好似有昆蟲出入。睇真啲，竟然係隻蜜蜂。呢個係一種新品種嘅蜜蜂，屬於條蜂屬，成年之後有10至14毫米長。佢哋會喺水源附近揾沙岩，因為水分會令到沙岩變軟。加上呢種蜜蜂有強壯嘅下顎，可以用水整濕沙岩，再用下顎挖鬆，慢慢鑽咗個小型洞穴。咁雖然同傳統蜂巢相比，喺沙岩挖洞要用多啲功夫，但係回報係呢啲沙岩洞穴可以為蜜蜂提供更好嘅保護。再者，沙岩嘅有機成分極少，有助預防寄生蟲滋生。喺呢方面，沙岩就比泥土更加優勝。而且沙岩巢穴可以世代相傳，唔使每一代都要揾新嘅居所。學者甚至發現呢啲沙岩巢穴仲有其他住客，例如係蜘蛛同埋其他品種嘅蜜蜂，都會去到呢啲巢穴借宿，喺無情嘅沙漠之中，真正做到有屋同享。